我新的房子买了郊区，那么就是上班稍许娱乐眼，天天要开车子上下班。我发觉现在马路高头的人还有非机动车，侪是阿伯。我廿5号搿天带小出了出去白相，开到邵家浜路准备掉只头的辰光，一部电瓶车啷眼记头穿牢只红灯出来，我差眼撞着伊。搞得来自家冲了只黄灯，上到么侬就举着，嘘。后头来我开到南关的辰光，前头估计有2部车子上了，交关车子排队排了该。我想出那有毛病的绕过去啊！我一直夹到阿拉根实线就开过去了。怪嘞！我后头开过去的辰光，看到一路高头有2个老司机，对了我又是敬礼，又是敲大拇指，又是点头啊！我也吃不出伊拉啥意思。拿侬客气，走了远了。错不对。估计是我一天超速了，反正我外头一直新人单扣的。我自家搿本驾照到现在1分都没扣过，稳了不得了。扣脱我11分，冲了只黄灯扣脱我6分，驾到阿萨西2分，后排勿把安全带2分。吃香烟1分，蛮好。我把车子再开出去，随便载几万人就走脱了。一只黄灯要6分一个，房子比人家贵啊就算了，一出那黄灯还比人家贵啊！后排勿把安全带2分，要死快嘞！搿人家有种车子后排没安全带，侬出来准备用根绳子拿伊拉后头的人统统绑起来呀！驾到阿西还要扣我2分，难怪我看到2个司机的动作帮打缝纫机是一样的，当心了不得了！侬推头对我开车子吃香烟把侬拍上也就算了，侬能娘的还从3只角度拍过来，要是我再举块牌照，侬当我老街坊呀？那意思啊？一定用2只手捏在方向盘高头的了，我别头侬扣不啦？哎呀，12分，统统侪扣光的人出去，那统统侪扣光了。廿5搿天，阿拉统统扣光了。哦，要死快嘞！搿哪意思啊？那准备统统去送考了？我准备开电瓶车了。帮我也去搞爸爸！搿只视频呢，是帮大家开只玩笑啊。阿拉打榜归打榜，吐槽归吐槽。老实讲哦，搿趟个交关呢，确实是严格了一眼。大家一开始会得觉着有眼勿习惯呢，实际上也是老正常的。但勿管哪能讲，新交关既然从阿拉上海开始推，而阿拉上海又作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城市之一来讲，或许辣盖搿个辰光，阿拉更加应该拨大家看到的是上海人的腔调，特指上海人的素质。